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引带，互咱搁一摆自己伫伊的圣殿来做伙敬拜。咱请家己闭慢心，咱家己来祈祷，为着今仔日的礼拜，为着家己的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引带保守，互咱会通自己伫伊的圣殿中学了敬拜伊，请咱做伙同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们。咱的生活当中，拢会拄到忧闷烦恼的时阵，所以咱需要更加挖靠祝福的源头、喜乐的源头。咱着呼求主耶稣的圣名，因为伊是赐咱五万的主。请咱即时用欢喜的心，咱来学了敬拜咱的主。咱做伙来吟这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伊若听见主名字，心内忧闷变正欢喜，时时感谢仰慕你。咱搁来吟。人若拄着，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伊若听见主名字，心内忧闷变正欢喜，时时感谢仰慕你，主耶稣。主耶稣圣尊名，世上所五万事，有一项断望，就是天地的欢喜。请咱用喜乐的心，咱三角起立，咱来吟这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伊若听见主名字，心内忧闷变正欢喜，
时时感谢仰慕你，主耶稣生存命，世就所放肆，有一项愿望，就是你的欢喜。人若拄着，人若拄着有本相比，伊若听见主名字，心内有本比较欢喜。时时感谢仰慕你，主耶稣，主耶稣生存命，世就所放肆，有一项愿望，就是天你的欢喜。咱打深信，咱打深信求主耶稣。幸福要抓着坚固，虽然拄着患难艰苦，别再记得的保护。主耶稣，主耶稣，生存命，世就所放肆，有一项愿望，就是天你的欢喜。兄弟姊妹，你有喜乐无？有喜乐的人，请甲你边的人击掌，甲伊讲平安，击掌，击掌，平安。咱用喜乐的心，搁来吟第3节的歌词。我可求主的生命里，我就得着大福气。顺伊成就抱我喜事，我心满满有欢喜。天的万国，天的万国会敬拜你，称呼耶稣生命字。咱打着好宝贵礼物，那是大家应该伊。咱讲主耶稣，主耶稣生存命。世就所放肆，有一项愿望，就是天你的欢喜。主耶稣，主耶稣生存命，世就所放肆，主耶稣愿望，就是天你的欢喜。咱个讲主耶稣，主耶稣生存命，世就所放肆，有一项愿望，就是天你的欢喜。有一项愿望，就是天你的欢喜。感谢主，咱将捧阿声献予咱的主。大家请坐。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创造万物甲人类的主，咱着顺服，咱着荣耀，咱着来敬拜伊。请咱做伙用华语，咱来吟这首新的歌，全心全意敬拜你。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天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天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
荣耀你的名。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或者为要敬拜你，或者为要遵行你旨意。我们再从头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天年日为你所定，但无手照彰显荣耀你的名。我来为要，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或者为要敬拜你，或者为要遵行你旨意。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或者为要敬拜你，或者为要遵行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宣告：你是阿爸，你是阿法欧梅嘎，称颂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再说：你是阿法，你是阿法欧梅嘎，称颂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我来是为了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或者为要敬拜你，或者为要遵行你旨意。我来为了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或者为要敬拜你，或者为要遵行你旨意。独立我，独立我，天天中我拢无别个，独立我，你地上我无留啥物，独立我，啥人会了解我伤悲，独立我，啥人会正做我安慰。独立我，天天中我拢无别个，独立我，天地上我无留啥物，独立我，啥人会了解我伤悲，独立
理我，啥人会正做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甲我的心肠，渐渐会消退，总是上帝是我开了帮暂时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独你我，伫天顶我拢无别个，独你我，伫地上我无留啥物，独你我，啥人会了解我伤悲？独你我，啥人会正做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甲我的心肠，渐渐会消退，总是上帝是我开了帮暂时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咱较安静来唱。独你我，伫天顶我拢无别个，独你我，伫地上我无留啥物，独你我，啥人会了解我伤悲？独你我，啥人会正做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甲我的心肠，渐渐会消退，总是上帝是我开了帮暂时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我的肉体，甲我的心肠，渐渐会消退，总是上帝是我开了帮暂时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总是上帝。总是上帝是我开了帮暂时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感谢主，咱做伙来压头，咱来做感谢的祈祷。感谢亲爱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也是阮唯一信仰的上帝。除了你以外，阮无福气。除了你以外，阮拢无亏来。亲爱的主，恳求你时常甲阮同在，借着诗歌的歌词，亲身甲阮讲，你要逐时刻做阮的帮赞甲安慰。阮所献上的诗歌，愿你感纳。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刷家咱有缘安静心。咱三个来功德，咱三个来祈祷。安静你的心，用上帝来讲话。为着家己，搁为着别人，咱三个来祈祷。生命的源头，我们所仰望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有你，因为有你，我们从不会是孤单一个人。我们渴望，我们渴慕教会的生活，我们愿意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凡你所拣选，不管是老是小，是健壮，
是虚弱，你都必亲自祝福带领。愿我们成为你传福音的精兵，更多的顺服在你的呼召。你才是万事万物的掌权者，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来启应，伫启应文63篇，我来启，大家来应。神是对5万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所，对无看见所，对无看见所有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安尼看会得到，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对神，阿比该阮献较侪的祭物予上帝。对这个信，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比已经死，通过这个信，伊要地讲话。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搁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予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予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的存在。搁信伊会互祈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对神，挪亚对耶和华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佮根据这个信，伊诚做义的继承人。对神，阿比拉罕受着起底要承受最产业的地的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了久伊有顺坦出去。遮的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遮的人，甲咱有份伫遮的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这是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的诗歌是只有主耶稣。
拍开心门来迎接上帝，咱都有幸福。这是我来报告。第一点，伫主日礼拜煞，咱有小组是正常的举行哦，请兄弟踊跃来参加。伫本周9月3号礼拜三暗时要召开第5届的中集会，请到中集同工留意参加。伫9月初7拜六早起环岛娘后头厝环州老娘家族伫教会要举行翻译和传道的追思礼拜，请兄弟关心带到。教会朋友对伫咱教会建堂行款的需要，真有负担吗？对伫咱，甲咱奉献一台重型的机车，要来拍卖。既然有迄落，有想要了解的，会使来阮咱牧师来联系。伫9月份的拜六礼拜煞的11点到12点，要举行洗礼前真道班，暂定是4节课啦。要迄落视弟兄的情况来决定这个结束。然后目前参加的是郭明勋弟兄哦。若是有兄弟有感动要洗礼，也是迄落对伫个，拢会使来咱牧师来迄落报名。教会迄落周末社区音乐班，伫个9月21号哦，要准时来。每个礼拜六的10点到11点半要来开始我们的音乐班哦。然后现在报名的已经有8位了，然后我们总人数是预计收到20位，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来踊跃的报名。对象是中班到小学4年级哦。费用是1000块，然后全勤可以退500哦，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哦。所以下一个，好然后9月份的寿星是9月7号是邱恩德弟兄，9月9号是赵爱长老，然后9月10号就是我，然后9月21是修齐兄，然后9月26号是深德弟兄，然后本周的经句，咱做伙来读。你无伫惊吓，因为我甲你三角伫地；无伫论礼，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定，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用公义的正手扶持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章10节。今仔日咱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以色博大的信心的力量。圣经在是记载伫个撒母耳记上17章45到49节。大卫对迄个非利士人讲：“你是举刀举长枪底枪来攻击我，我是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就是你所藐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攻击你。今仔日上主要将你交伫我的手，我要甲你杀死，甲你斩头。今仔日我
要用开历史军兵的信息饲鸟仔甲野兽，互全世界的人拢知以色列有上帝。佮互所有住伫伫遮的人拢知，上主互人得，毋是用刀，毋是用得胜，毋是用刀，毋是用枪。高真的胜败，上主在决定，伊要将领交伫伊的手。歌利亚行进前要攻击大卫，大卫赶紧走进前去迎战。大卫对地下来摕一粒石头出来，用黑手去顶着歌利亚的头额，石头撞入头额，伊就倒落去，并趴伫地里。这是咱小朋友用华语过来读一遍。大家平安，我要共读上帝的话。撒母耳记17章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了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这是邀请小朋友进前来。来，咱请所有的小朋友吼来到台前，来互亲美心吼。咱做伙来为着这个细囝来祈祷，嘛为着咱今仔日这个受亲来祈祷吼。主，阮感谢你，赏赐互阮的生命是会当真做伫这世间，毋若真做你所拣选的百姓。阮知阮的生命拢是上帝你赏赐，阮嘛要伫一生的中间。无论伫生日，无论是伫当时，阮拢时常感恩，时常感谢。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一生的年日尊主最大，学习看见上帝你所创造生命的荣光甲快乐。特别，阮要为着这细囝，伫每一礼拜会当来到伫上帝你面头前，做伙来读经，做伙来参阮做伙学乐敬拜。愿上帝你赐福这细囝。互因的父母常常伫主你的话语中来认捌上帝，教导子女来认捌主，嘛互因的生命会当一生的中间有主成做因生命永远的瓦靠。阮相信，阮瓦靠的毋是刀，毋是枪，乃是瓦靠万军的耶和华。阮患难事伫困难的中间，拢要悠然地坚固。愿神的能力赐福在每一个孩子以及老师的身上，让他们学习从你的话语来经历神你奇妙真实的伟大。主啊，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愿伫你面前献上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谢谢你们。真欢喜，咱伫今仔日嘛看见咱的明峰兄弟。嘛，倒转来到伫咱中间，咱嘛感谢上帝，这拢是上帝美好的安排甲医治的看顾。但总是我感觉，佫有一项代志是伫咱困难生命拄着艰苦病痛的中间，我感觉明峰兄一定要好好感谢你厝里的人。牧师伫车祸的过程中间体会真深，其实厝里的人、亲人，个咱伫破病中间，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感觉讲，咱伫烦行事，当咱伫软正的时，咱着爱倚靠上帝快乐；当咱伫困难的中间的时，咱毋免惊吓。反倒当咱知影上帝陪伴这天使，咱的亲人伫咱的身躯边咧陪伴咱。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生命中，当咱若拄着困难的时阵。咱要安怎样对咱的主上帝？安怎？对主有信心也无？牧师想要问你到底你对上帝有信心无？有哦。但是这生活若拄着困难的时阵你第一个走的。有当时
咱看毋是看上帝，咱看是看到咱的现实的生活。所以有真侪时阵，当咱伫困难的中间，咱要安怎样拄到问题的时阵，到底你的选择，你会冷淡的处理呢，还是假装不知道？甚至呢，你会按阿妈安怎离开上帝？牧师伫侪咧陪伴辅导的中间，真正拄到真侪兄弟姊妹，真正是安尼哦。拄到困难的时阵，毋知影要安怎来到上帝面前来求讨。咱基督徒的，咱嘛无拄到，迄是咱的朋友，迄是咱身躯边的人拄到，所以咱嘛毋知影要安怎甲伊讲。所以呢，有真侪时阵，牧师期待咱诚做信主的人，咱得爱常常有一个随时去做什么，好像以小博大的这种 fight 的精神，你要随时准备好。这种的精神需要什么？这种的态度需要啥？你需要有信心的气力咯，若无你是行做袂落的哦。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侍奉上帝的过程，当咱伫亲近上帝的过程，虽然咱拢知影，咱着爱倚靠上帝的恩典、圣神的气力，然后来感动咱的心来服侍伊。但是当咱拄着什么问题，侍奉上帝的时阵，好像效果不彰啊，对不对？有时咱感觉讲努力无够啊，甚至你也感觉讲缺乏了力量的时候，我们最需要伫这个时阵安怎来面对咱家己侍奉上帝的什么心态甲生命？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的心是安怎样，上帝拢知；你的心是安怎样，上帝拢知。所以我感觉，当咱拄着这款的情景的时阵，咱要安怎更加谦卑家己的生命，做伙来学习，然后咱听候、忍耐，甚至更较侪祈祷。我相信你就袂去选择，你要安怎放弃家己，甚至你袂懊恼，你嘛袂生气，你嘛袂安怎退出这个侍奉的团队。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咧鼓励我的亲人，鼓励我身躯边的同工朋友。我讲，恁拄到的问题，其实牧师嘛拢有拄到；恁咧面对的问题，牧师嘛咧面对。所以我时常咧想讲，当我要传讲上帝信息的时阵，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在想，上帝他期待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的是放弃吗？还是选择抽离？还是选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所以兄弟姊妹，这礼拜牧师带这个子安同工去大桥国中找这个校长因为过去咱教会有做这个洗手爱无限的这个认领有无？咱有认领，然后咱教会一个人这个 TVBS 因捐献这1000块的礼券，咱教会也是认领的户数我们教会也要负担一半500块。但是最后咱这礼券有将近10个人，咱发无出去，是因为个案伊无来到伫咱的中间，所以咱无伊的资料，咱无法度通直接联络因来客。咱上个是联络因来客，但是咱因无要来，就无法度。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牧师就咧祈祷讲，这钱是要安怎办？这嘛是咱逐个人用心祈祷来。所以呢，我就跟同工咧讨论讲要安怎将这钱，佮甲伊变换做现金了后，然后将伊会当分做20名、20名的学生，然后就是有1万块的这辅助家庭计划，会当去到伫学校来帮助迄个弱势需要的囡仔。后来，阮去找这个校长，这个校长听阮咧讲完这个咱这个帮助这个辅助计划，我甲因讲，若是会使伫咱的学校的中间，请咱的辅导室有咧关心的这个个案，然后呢，将这20名的学生，甲因宣布互因来申请，然后咱将这资料会当甲因留落来，阮的教会，阮会当继续甲伊关心。这个校长呢，伊听完了，伊讲这真好。伊就讲我甲伊问讲咱学校总共有几个在弱势需要帮助的？伊甲我讲有将近100名的学生啦。所以我伫个中间有一个期待，未来有机会，无论是咱的教会、含大桥国中甲国小，咱会当将这个有需要的人，甚至会当招更较侪人来关心这弱势的孩童，甚至学龄的孩童。
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嘛是去用一个物件叫做学生志工时数啦，吼，我嘛是去看这个校长咧讲，所以吼，咱即马啦，当下要读这个大桥国中的学生啦，吼，你可能想讲啊，我礼拜天吼不能去教会了，我跟你说，你来大桥教会也可以申请志工时数，好，你伫教会参与敬拜，好，你伫教会参与摒扫，只要无领钱的，拢是会当经由牧师甲你评讲，吼签名，你就会当伫学校申请志工时数。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含即个校长咧探讨，即个校长大我3岁，真少年。啊，即校长咧跟我分享，伊感觉真肯定咱教会所咧做的工作。特别什么代志？伊甲牧师讲，伊讲牧师真的很谢谢你们大桥教会。我说怎么了？伊甲我讲，伊讲过去这个中辍生，因后来毕业了，佮倒转去伫学校。这校长跟学务处的处长，因讲，牧师你知道吗？这些孩子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伫迄过程的中间，我感动，我常常甘自然的想讲，到底我们这些学生有没有改变啊？我们这样做有果效吗？要不要收起来啊？要不要改变方式啊？后来我听这个校长跟学务处长，其实我的心情感动，因为这个囡仔倒转去到伫学校，因改变啊，唔若改变。这个校长伊咧讲啥？伊讲牧师，我们现在学校好像换了风气一样。兄弟姊妹，人是互相影响的。基督徒，咱伫咱所处的环境的中间，咱要安怎样伫家庭、伫学校、伫咱生活的环境的中间，在做教母啦。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是主的教母，你是主的道。主的真理，主的疼，要安怎亲像教母、孝母，在你所生存的环境当中做什么？做孝母，在发酵，在帮助。所以最后我带这个校长跟这个学务处长做伙祈祷。因真，我唔知影自然帮阮翕的我看见讲因的目睭，因是真心重。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你伫祈祷的顶面，你有很慎重在看待这件事情无？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教会伫咧起造、经营、组织的过程的中间，咱拢会拄到侪无相款的困难。无论人力，无论金钱，无论信心，无论理念的概念，其实咱的主上帝一直咧互咱一个真好的应允。圣经内面安怎讲？约翰福音16章第31节到33节，当主有表，伊准备要受难的时。伊已经看见军队伊的门徒发生什么代志。耶稣讲：现在你有相信吗？你信无？看啦，时间已经到啊！恁会安怎？恁会分散，逐人去归到家己的所在去，留我一个人。其实我毋是单独一个人，因为我的爸甲我3个弟弟，所以我要将这个事甲恁讲，是要叫恁伫我的内底，着爱安怎？爱有平安，伫世间上恁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过这个世界。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的信心是对倒位来？是对咱有主，咱有上帝。所以你爱认捌上帝无？你爱通过圣经的话语，更较深来了解咱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今仔日咱有真侪时阵，咱的生命面对无相款的挑战。咱的内心的内底，拢时常在经历什么叫做对无到有，迄个那是咱有个点那个当工会当摕几个点来，互这个面风兄伊咧坐较好坐谢谢。摕一个点互伊坐可能较好坐。来，要看毛长老坐真久兄弟安尼车祸中间我真感谢上帝。明宏兄弟伊本身平常时拢头4、5点就起来，就去运动。所以即摆虽然车祸的过程中间，但是我牧师嘛看见伊的身体的机能的恢复非常快，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爱运动，正常的生活，爱运动身体机能会特别好
有真侪时阵，咱的内心常常咧经历什么叫做对无到有，对不足到公众，甚至咧面对的压力是对作祟到变作大。吼、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需要有充足的信心。啊，期待咱今日通过圣经的内底，大卫甲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故事，咱做伙搁一摆定心来反省思考。咱咧面对侍奉上帝。面对咱生命的侪问题挑战的时阵，咱看见人伫软弱不足的时，要安怎更加有信心的气力去突破？咱毋通做亏欠上帝、伤死咱生命的人，咱着爱更加伫上帝面前，要安怎得到上帝更较蒙恩的生命？阿门。你有这个期待无？有没有这种期待？期待你有这种期待。有真侪时阵，你知影，咱拢知影吼，大卫啊，这个大卫大卫。伊这听赢这个歌利亚的故事，歌利亚伊是一个对细汉，我感觉伊就是一个做战士的一个人啊。因为安怎？因的体格真好，吼。但是呢，因不相识，拢伫咧中间，拢咧跟以色列百姓咧做对抗。啊，咱小可来了解一下非利士人到底有啥物款的非利士人吼？圣经内底亚当的后裔叫做拿阿伊的三个囝。闪、含、雅佛，啊含呢，伊个生4个，古时、麦西佛跟迦南，好，这历代志相关。啊麦西呢，后来一个生团有这个人，陆地人，好亚拿米，还有利哈比、拿佛土西，还有帕斯鲁西，好加斯路西，还有加肥托，好，那非利士人就是加肥托人的后代，好，啊咱知影这个。圣经内底，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撒母耳上卷第17章，其实伫之前，伫之前就已经发生叫做亚玛利人的战争。在更早之前是亚门人。啊，你来看规个以色列百姓，因拢一直拢咧跟非利士人咧做小战的工作。啊，咧做啥物？为什么咱会做这个代志？到底这个战争的中间？上帝是安怎要通过这个故事咧提醒咱做伙来了解几个真理。好，撒母耳上卷第17章第8节到第11节，歌利亚对着以色列军队伫遐讲恁出来，摆咧恁这队伍是咧做啥物？意思咧讲哦，轻视因啦，轻视这以色列军队啊。好，我毋是非利士人吗？你毋是扫罗的罗卜吗？恁中间选一个人出来，来到我的这个所在，我要甲你相抬，将我抬死的，我就做恁的萝卜。啊，我若赢恁，啊，我若将伊抬死啊，恁就做我的萝卜，来服侍我。这个非利士人佮讲，伊讲我今仔日用以色列军队来藐视，恁叫一个人出来，甲我相抬。注意哦，后壁。扫罗甲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话，就安那惊吓，然后安怎极其惊啦。兄弟姊妹，伫社会中，你有感觉你的生命嘛是安尼无？有没有？好像也有哈。在工作里面，有人会比你强势啊，对不对？有人会说：“你来啊，你来做啊，吼，你有什么本事啊？”有啊，很多啊。我拄着做者学生吼。因无爱读册吼，我甲因问讲，恁想那无啥要读册？因为老师态度不好。真的哦，有很多老师站在台上，他仗着自己是老师哦，然后轻视一个孩子、一个学生，他不会，但是你需要更多的耐心。这种轻视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常都会看见。我某时若生气，看到囡仔拢无要听我的话。我嘛会甲伊讲，我毋是甲你教过吗？你卡拢袂晓，同款的意思，遐拢是轻视的意味，拢会互人惊吓。但是圣经内底撒母耳上卷17章21节到24节继续讲，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就排列彼此相对，大卫甲伊带来的食米伊过程的中间是伊的爸爸，伊客气哦啥，互伊的兄哥伫军队的中间做兵的兄哥。甲因讲话，大卫在甲这个人讲话中间，甚至呢，在要讨要战争的人的中间，使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对这个非利士军队出来，伫遐讲啥？
讲的话，大笔拢听到啊。以色列人看见迄个人就安怎，我去绕跑哦，惊者拢走哦。大笔拢看在眼内，继续。以色列人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安怎？彼此咧讲哦，吼，即个起来的人你有看到无？伫遐咧开始议论，够恐怖的啦！伊起来吼，安尼甲咱轻视啦。哦，咱吼若有人吼，会当甲即个非利士人歌利亚抬死吼，一定发大财哦，发财。因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重重的奖赏他的意思啊！吼，甚至呢，将大家拢会讲吼，我将这家己的查囝吼，互伊啦，互伊做某啦。吼，那有即种人吼，毋知有偌好。兄弟姊妹，大笔伫迄中间问遐边仔的证人讲：敢真正有人杀死即个非利士人，除掉即个以色列人的见笑？咱拢真正安尼对待吗？吼，伊的心内毋是看重这哦，但是伫伊心内伊知影，恁拢咧讲遮，啥拢无人要出来啊？哪会拢无人要出来？敢讲即个到底即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伊到底是啥物人？竟然敢对咱的即个上帝安尼轻视嘛？即百姓就照着以前所讲的，讲老人会当杀死即个非利士人，的确要安尼对待伊。意思是讲吼，大家拢无信心去相待，但是拢安那，拢期待有一个人安怎来做这项代志。兄弟姊妹，我伫遮看到一个足重要的概念。有时咱拢真钦佩、勇敢，伫迷信的人，甚至伫要未领受着上帝丰富应允的人面前，我拢足钦佩。有的人伊敢讲啥物话，你毋知？伊敢讲吼，你哪会当无相信？当你亲近上帝，认识上帝哪深，上帝祝福会哪大？你敢会安尼讲？来，咱做伙看者，你考验一下你的信心诶，考验一下你的信心。你敢这样说吗？你相信上帝会帮助你吗？你相信你的神、你的主会爱你到他会帮助你吗？赐福你吗？留给你自己做功课。好，第二项，你有看见我足钦佩有的人伊安怎？伊看见吼，一个人若足久无来教会吼，伊会甲伊讲哦，讲哈，你真久无去礼拜啊呢？你拢无咧守安息日呢？你爱奉献，吼，咱安怎面对迄个创造咱的上帝？上帝就安怎甲你祝福？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信心的态度的生命。所以有真侪时阵，咱基督徒唔通去否定这种人，因为这种人伫伊的心内，伊的信心是较关过啥？较关过咱家己本身的信心的不足。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这是对主的命令甲诫命、生命的规则的重视的信心啦。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人对上帝信心若不足的时阵，往往会亲像啥物？咱继续来看圣经安怎讲。亲像大笔的听歌以利亚，他听见了大卫甲因所讲的话，就大笔咯，生气哦，讲啥？大笔啊！你即马走来遮咧创啥？你抗议，你咧放羊的，你遐羊你是有咧顾无啊？吼！你是交托啥物人啊？我知影吼，你大笔啊，你足骄傲的，你心内吼一定无介好。吼，你是落来遮是要看阮小台呢，看阮正赢正输呢？这大卫的兄长吼，就是这种看不起的意思。大笔讲啥？我做了什么？我来岂不是没有缘故的吗？他有一个目的，他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在怕那个强壮的歌利亚，对不对？非利士人，大笔就离开伊的兄哥。专遐的别人在讲，老人哦，乃当改台时哦，我别给他奖赏。我觉得大卫他看重不是那个奖赏，他看重的是我要怎么样为主做征战。各位弟兄姐妹，当咱做伙组织伫教会三甲人物些上帝时阵，你有想要看牧师，看咱的同工做伙来奋斗，为上帝福音，为上帝教会。做伙来传主的道无，传主的福音无。上帝既然遮尔疼咱，亲像上帝安怎咧疼大笔共款，精选大笔。
所以大笔就离开伊，然后转往别人，照之前所讲的话问讲，百姓要游玩，安尼甲伊回答。兄弟姊妹，毋那伊的兄哥啦，大笔吼，伊个对扫罗讲哦，伊讲人拢毋免安怎，因为即个非利士人来惊啦。你的罗卜要去甲即个非利士人安怎相杀啦？兄弟姊妹，牧师足期待吼。当牧师讲到一个异象的时阵吼，咱真侪兄弟、兄弟吼拢准备好啊。牧师，这我来，这我可以。这代表啥？就亲像大笔的棍，大笔安尼。兄弟姊妹，咱的信用到底咱为着主，咱是毋是有共款的即种的心志无？扫罗王伊嘛对大笔的。甲即个大笔的兄哥共款，以利亚共款，以利亚吼一样嘲讽他。他说什么？扫罗就对大笔讲啥？你唔通去啦，唔通去甲非利士人相杀啦，因为你伤少年啊啦，吼。但是后壁即句哦，吼，即句伊对细汉就咧做战士，这是咧对大笔讲。这是咧讲啥？大笔其实伊本身伫细汉的时阵，伊就是亲像一个战士啊。但是扫罗伊无了解，所以兄弟姊妹，伫迄个过程，互我清楚看见圣经内底真多这些小人物啊，但是他们都成就了大事啊。譬如什么人？譬如以利亚，以先知以利亚，伊加上甲上帝做伙吼，又拍到450个即个巴力的先知无？有无？敢有？有啊。伊是甲上帝结合无？还有啥物人？大笔咱今日所看，大笔伊甲上帝徛做伙。还有但以理有无？但以理他跟神加在一起，他怎么样？他胜过了许多敌人的阴谋。基甸，圣经里面基甸，甲即个基甸的300个勇士，伊甲上帝做伙的时阵，伊安怎拍倒几千人的军队？兄弟姊妹，我看见圣经内底。咱嘛看见新约的内底一个囡仔，安怎提供这5块饼、2尾鱼，伊愿意甲咱的主做伙来配合一项代志的发生，安怎？有足侪人食饱无？有，我拢一直感觉，咱信主的人，咱的生命就爱无相款。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今仔日明峰兄弟倒转来到咱中间。上帝拢有伊美好的心意，要做啥物？明峰兄，你敢知？啥物代志？要替教会做代志吼，毋是替教会啦，是要替主做啥物见证啊？咱要替主做啥物代志？上帝伊拣选咱，救咱的活命，伊要爱咱伫咱的厝内，爱咱伫教会。包含咱对打了后，咱的生命就爱无相款。所以我对车祸了，我家己本身，我感觉车祸对我来讲是一个我人生真大的改变的一个契机啊。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过去有一寡无好的行为的时阵，当咱发生一项重大的代志的时阵，咱就爱更加谦卑、顺服伫上帝面前，甲主求讨讲：主啊，请你帮助我。互我会当更加谦卑落来，甲我的亲人好好来面对我家己的生命。过去我安怎唔好，我就爱开始改变。所以我真清楚知影，这弄着闹了吼，脾气真正有够歹的歹。我无相信哦，我无相信家己是安尼哦。但是一直到我即马安尼10几档了，我发现真正我的脾气要不是因为车祸。要不是因为车祸改变了我人生牧会的道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拢不是上帝爱的。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来了解咱的生命要安怎样倒转到伫上帝面头前，求上帝帮助咱。咱不是要做一个年轻无能力的人，咱得亲像大笔相款。所以兄弟姊妹，继续牧师跟咱做伙来探讨。圣经内底撒母耳上卷17章34节到37节，大笔伊对扫罗讲啥？伊讲：你的奴仆，我大笔伊讲我为我老爸放羊，有时甲这个狮仔相杀甲这熊伫遐咧相演
要为着要救一只羊啊，我安尼追赶他，拍伊，拍这狮仔甲熊，伫迄中间为着要将伊的羊安怎甲伊救倒来，吼，伊起来会惊我，会害我，啊，我甲伊安怎喙手吼将伊拍死，但是咧，我捌拍死这狮仔甲熊，啊，到底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吼，这个向上帝的军队安尼轻视吼，亲像迄狮仔甲熊吼，代表讲啥？耶和华救我脱离这熊甲狮仔的这危险，敢讲伊袂救我吗？兄弟姊妹，当咱看见咱的生命有上帝甲咱拯救了后，你敢有定心去看讲你的生命要安怎样去面对你的困难？还是讲你咧看这个困难，讲好啊，算了，哦，以前我没遇过，现在遇到了，我从此对上帝后悔了，我不愿意再认识他了。但是你忘记了，你袂记你过去上帝有甲你拯救，亲像大比伊咧回想，伊家己的生命过去安怎上帝救了伊，所以嘛用相款的方式甲扫罗王讲。兄弟姊妹，扫罗王什么回应？伊安怎讲？伊安怎讲？37节，大比讲这话了，扫罗对大比讲啥？你去吧，耶和华甲弥撒甲比地。咁真正安尼？我觉得扫罗王好像并不是真的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因为安怎38节到40节，伊安怎讲？扫罗将啥？将伊家己的阵甲，吼，甲大比甲穿起来，惊伊伤细汉吼，惊伊小台，可能马上去上拍死，吼，伊敢若嘛会惊呢吼，然后将这衫互伊穿的，但是大比吼穿的，发觉讲惊看嘛，讲哇，这真解药，这平常时都无这个习惯呢，后来佫甲腾腾起来，然后伊用伊做习惯的。伊平常时咧赶羊吼，咧对抗这熊甲狮仔的过程，伊咧用的工具来杀这个啥非利士人歌利亚。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故事看到这，我毋知影你有看到，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无相款上帝互咱的啥军衣啊、军装啊。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军装啊？你怎么在预备你的军装啊？有的人真好的口才，吼，陈默大哥，你感觉你是一个有口才的人无？无哦，有啦，你若晓讲话，你若晓讲真水、真好听的话，但是咱要安怎样用上帝的话，会当造就人的生命？这就是上帝爱咱用咱的口才。当咱有真够招好交代的能力，咱就要安怎互人感受到？你的交代甲招呼会疼甲温暖。当你有足骨力的，这脚步真紧，有的人家是随口马上到呢，对不对？你是马上到位的，你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在需要的时候得着最好的帮助。所以我一直感觉，上帝赏赐予咱每一个温属能力，拢有伊无相款的所在，你爱去找。但是有的人真爱模仿，模仿啥？模仿迄无应该学的，譬如讲祈祷，祈祷会当模仿袂？可以模仿吗？我会记得我过去当咧学祈祷的时阵，我袂晓，所以我去模仿，哦，哈利路亚，主耶稣。但是每次我讲出来，我的旁边的人都怪怪的，对吧？这是模仿嘛？但是这不是你的生命，这不是你祈祷的方法。后来我发觉上好的方法是啥？上好的方法就是你坦白伫上帝你的面头前，伫上帝面头前坦白你的生命，做一个坦诚、诚实的基督徒。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当咱伫主的面头前，咱上重要的就是，亲像大比在面对伫生活中间所拄到真实的烧台的过程的中间，伊安怎做？注意哦，41节开始哦，非利士人开始渐渐的，大比来啊！摕金牌，非利士人看到大比安怎就该轻视哦。你真正要来看我烧台呢？伊安啦，因为伊少年，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这咧讲的不是咧形容咧娱乐哦，不是哦。这话拢咧讲什么？这些年轻代表的是啥？无经验啦。面色光红代表是啥？
所以这个没有长胡子的孩子，代表是不成熟的。好啊，这个容貌俊美呢，这代表哈，因这圣经里面在讲的是一个娇柔的女人呐、才会说容貌俊美啊。所以男人他们不是这样形容的。所以圣经的内底这些话语拢在表示代笔，他有这些特质，在战争里面是不太可能赢的。所以底下咱人看见，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佮对代笔讲啥？来啊！我将你的目要安怎？要饲这空中的白鸟，田中的走兽。我看见代笔伊面对非利士人的性命，我唔知你对他拄啊咱所看这圣经在，你看到代笔什么款的性命精神无？有信心无？有无？有吧？我看见吼，伊互我看见，咱今日这个主题叫做以小博大的信心。第一个是靠主啊，有没有？他有没有靠主？大家拢在讲哦，什么人会当抬死这个人哦？要互伊偌济，要互伊啥吼？但是伊看唔是这呢，伊看是讲，什么人会当轻视阮这上帝的人民啊？我是上帝的儿女啊，对不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就是强大的勇士。所以牧师做期待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内底信徒、信主的人，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战战兢兢的，在过生活，不是随随便便、松散，像一盘散沙，而且是没有警醒的态度在生活的基督徒。每一个人来亲像迄个军队相款。挖克上帝是大有能力的刚强的人，所以以弗所书6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还有未了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兄弟姊妹，咱看见代笔，一个做几项代志，伊唔拿克住，一个安怎？他的生命的救恩呐、有没有？有啊，在34节到37节有没有？大卫对扫罗说什么？我从小就为父亲怎么样赶羊啊？那些危险我都遇过了。这是不是他遇到的灾难？是。他怎么说？他说他起来，那个走兽这个野兽要对他伤害，他怎么样跟他 fight？ 我要问各位，你有没有因为你的困难，你有没有时常在分享见证？你怎么度过的？有没有？这个就是问题啊！基督徒都不谈这一些啊，好像生命当中都是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哈，好像自己遇到困难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一样啊都不讲的啦。我都一直在想说，到底上帝是怎么救你的？像你今晚代表一下那分享，他的生命，上帝怎么救他？他怎么样做见证？跟扫罗王说什么？说我就是这样啊！难道上帝我要去做这个征战，我不会赢吗？各位兄弟姐妹，这信心是大的，这是生命救恩的信心啊！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吗？有没有？看起来好像应该是没有。我们要去想啊，要去想这个问题。这是代笔。第三项，代笔以拥有真实、熟练的恩赐能力。兄弟姊妹，当咱要跟人相待，当咱要跟人对抗，有真侪信心的问题，你要操练你的文书能力。要安怎操练？过去牧师有咧跟这青少年咧讲讲过去我真含慢讲，真正袂晓讲话。要安怎学讲话？我就是看圣经读经、读经。读经怎么读？譬如说，我就是这样读我读给大家听。怎么练习？较早我咧讲华语是假字我怎么读呢？我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把每一个字句、每一个语调，把自己的声音，然后去想象大卫他怎么在陈述这些话。那个过程，那个过程的中间，神让我的口能够诉说，然后甚至回想上帝透过这一些圣经里面的人来教导我的生命功课。所以，兄弟姊妹，你莫讲你袂晓讲话，你反倒等你爱问家己，
到底你安怎训练家己的能力，亲像大笔，伊平常时迄个非常熟练的赶羊、驱赶那个野兽的精神跟态度。所以我真感谢主，上帝互我伫细汉的中间，是伫这困难，甚至有当时是做劳苦的迄种环境。所以我即马袂惊啦，完全袂惊啦。搁较安怎劳苦，我拢感觉学面对了就没事了。可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现在很多年轻人只要遇到那种很辛苦啦、很劳累啊，通常都是怎么样？都大部分会讲很多借口，说这个我没办法啦，那个怎么样啦，甚至他就不出现了。我感觉真无彩，咱人爱学习亲像大笔。伊马上将伊所熟悉的物件来要砍人小台，伊慢慢用sở羅王要予伊的军衫、军装都不用，他是靠着神所给他的恩赐才能。所以兄弟姊妹，当咱面对人生真侪苦难、困难的时阵，正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哦，我们需要更多时间等候。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在等候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咱知影sở羅王、掃羅王，掃羅王古約这个扫羅王，伊在面对外在沉重的压力的时候，他曾经有忍耐不住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你知不知？啊，安那献祭啦，有无？有无？伊失去耐心，失去这个耐心，伊采取行动。结果呢，最后上帝无欢喜，伊最后哪？最后是将这个上重要的人，就是通过大笔，伊无要互sở羅王去做上帝爱伊去完成的代志，反倒正是竞选大笔。大笔咧，伊知影这征战的过程的中间是在伫耶和華上帝，所以伊也要聽候，伊知影什麼時陣要燒台，什麼時陣要做應該做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我認為。一个信心的培养，一定要有听候忍耐的心的人，伊自然会听候着，伊自然会等待着上帝所要予伊的快乐。所以圣经嘛安尼甲咱讲，大笔讲过一句话，伊讲爱听候耶和華，当着重大坚固你的心。我佮讲爱听候耶和華，这大笔的诗，大卫，我们今天讲的这位人物大卫。所以，伊咧安怎样有这个刚强壮大的心智，就是伫听候的中间。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听候的中间，唔是要远离神。有些人等候久了就说算了，不要了，我没这个能力了，我没办法啦。等候不是要让我们离开神，等候是要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强大，像大卫一样，能够面对困难。基督徒面对各样的困难、属灵的征战，我们是与神同在的，神也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圣经内底约翰一书第4章4节安怎讲小子们啊，小子们的意思讲孩子啊，就像很年少的人一样。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咱唔通挖靠世间的知识财物，这物件虽然有重要，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咱要去看待，你要去在乎、去面对、了解，到底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神的真理，有没有神的道，有没有主耶稣的恩典，甚至有没有主耶稣的爱在你生命当中，在带领你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去做突破。大卫的胜利，代表伊的赢，并不是偶然的，伊具备真侪人无的信心甲勇气的气力，所以伊有一个这个镇定的这个应战的能力是在最后这个甩出去的这个石头能够精准到位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咱有这个准备等待适当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无？有无？有哦。爱有这个精神牧师，我都感谢上帝，咱拢知影牧师骑这个不一样的车子，对不对？可是我在认识朋友当中很多人就会跟嘛。礼拜天牧师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分享，有人就跟跟完了以后发现说，
还有更好的，看到我们的教会的需要，他最后把什么？把车子就说，委员啊，不然我车子请你帮我卖，因为你以前你有卖过这种车，你也很喜欢卖车，你卖都会赚钱。其实不是我卖会赚钱，是因为我知道怎么用这个东西，用最好恰当的方式来把它推销出去。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人家就说啊，无这只，即马就互你啊，交互你啊，你莫去甲我问啊，你若卖出去，这所有的钱就是做恁大桥教会建堂的现款。所以唔免烦恼，感觉讲这是车花宴乐的物件，唔是，咱你家当做是啥？当做咱像咱之前，咱无钱，咱要建堂的时阵，咱去牛头牌，甲牛头牌头家讲咱有这个需要要建堂，伊就捐献500箱的鞋啊，敢是500箱？我印象中敢若500箱，500箱的鞋哦，是免费的哦。一开始500箱是免费，互咱大桥教会去卖啦，卖出去了，这钱就成做咱的建堂的基金嘛。后来咱500箱卖了，咱继续去买500箱，一半该有的成本爱摕互人，剩的部分就是咱所得的。所以咱无成本的啦，爱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把它卖掉？要啦，不然留在身边牧师在骑呢，那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卖掉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它成为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牧师期待咱，在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上帝给咱的能力，咱要安怎样把它发挥出来？是要为着见证，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在做属灵的征战。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不断的为主做得胜的器皿。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就如同待会我们一起唱的这首诗歌：明日只有信靠主。这信息内底安怎讲？伊讲明日只有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然我的信真浅，信靠主就得稳定。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就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信靠主就得运惠。第二节讲，求主圣神显出光，叫我做人活倒转。受理引带我稳当，信靠主做伫头棒。咱做伙用这条歌，咱做伙安静咱的心来思考，到底我的生命要安怎样靠主过信靠主有气力，过着信靠主得到更较丰富的稳定的生命。咱做伙坐咧吟，明日只有信靠主。明日只有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然我的心真切，信靠主就得稳定，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
咱做伙来祈祷。但愿圣神降临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互咱嘛互恁伫倚靠上帝主的道的顶面，咱会当行出有信心的气力，毋若行出有气力的生命，嘛互咱所生活的环境的内底，亲像各位主耶稣对门徒显现的时所讲，就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世界的全地，阮的生命毋若听主的道，嘛着因为领受这个救恩，为着主来做生命美好的见证，有和睦三听的心，毋是靠刀剑，嘛毋是靠势力，乃是靠为人征战主耶稣基督的听，用包容、用怜悯人的心，认真为主来活。主啊，阮相信，当阮伫主的听的内底，无论阮的信仰生命有偌尔啊粗浅，阮的心因为主你的听，阮就得到教育的气力，为主做美好的征战。主啊，愿你赏赐智慧的心予阮，常常圣神提醒阮，就常常昆读主你的话语，用主你真理活命的话做阮生活的准钱，毋是世俗的言语，方方渺渺的语言伫阮的生活中，互阮的生命常常伫主你的话语的内底来操练对主你上帝敬虔的生命，为主来活。感谢主，通过大笔的故事，互阮看见对主敬虔的生命力，是会当伫侪项事顶面带来帮助，有得胜的气力。愿阮做伙学习这款的心志，培育出无互人看阮的生命是年轻，乃是互阮的生命互人看见，互阮所讲的话语，互阮的行为，阮的疼心、信心甲清气的顶面，拢会当成做主你所欢喜的行儿。特别阮要为着明峰兄弟来献上感谢，上帝你继续留伊的活命，是要互伊伫世间的年日，就爱更加温柔谦卑，顺服上帝你的心志，互伊更较清楚认捌，伊的生命毋是靠家己来活，乃是着爱靠主来活，着常常听伊的负责人，听伊的厝人的人，用温柔谦卑听的生命来好款待厝人的人。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祝福这个家庭，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同齐对你的话语来领受着智慧的心。愿上帝你祝福阮，继续引出阮头前的道路。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奉献。咱做伙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你安你的听我多多小弟你，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
属于你。主啊，我伫这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养，保佑甲经纶，为当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咱这位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上英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将一切荣光归予咱的主上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大家三甲伫地，互咱带有信心的气力，是倚靠主的气力，常常一生跟对主的脚步来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来见证上帝的道，伫咱的生命中间是真实搁活的主，嘛是真实带来活命的上帝。求上帝的神亲自来引带咱头前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闭倒。牧师伫遮补充报告吼，下晡我先介绍新朋友啦吼，即个吴淑娥姊妹吴淑娥。
不啦，我讲伊的名，伊的名 ，Your name，Gina，Gina 哈啊，对，菲律宾哦，菲律宾啊，所以啊，欢迎伊哦，咱包括欢迎伊，Gina，他的孩子都已经大学了，后礼拜咱吼，啊。